7仙，中國石油化工6個7毫4跌1仙。歐洲主要股市偏軟，其中倫敦股市走勢缺乏方向。富時100指數跌25點，巴黎股市跌16點，德國股市係跌19點。美股下晝曾經上升，紐約期油受支持，以每桶76.52美元收市，升3美仙。倫敦期油收市報78.57美元，跌3美仙。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升，市場擔心愛爾蘭財困，資金流入債市避險。美國財政部拍賣360億美元2年期國債，反應熱烈，孳息率跌至到歷嚟最低，亦都有助債市上升。2年期債券孳息率係報0.428， 10年期係報2厘531， 30年期長債孳息率報3厘723。外匯基金票據方面，2年期票據孳息率係報0.65， 3年期報0.847， 10年